大家好，又返嚟武藝會 Channel 節目《香港武林口述歷史》，我陳公子將會繼續為大家聲音導航，講述香港武林。今集主要嘅資料繼續係嚟自明州城市系列嘅香港武林。開始之前，唔該大家點讚、訂閱、分享俾你身邊嘅武林好友，同埋撳埋個啷啷，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武藝會嘅最新資訊啦。今集嘅內容原本編排係遲啲先出嘅，但係見到唔少觀眾留言都提起虎形同鶴形相關嘅拳術，為咗滿足大家，就提早出街同大家分享下啦。睇完嘅都喺呢條片下邊留言話俾我知，你對虎鶴雙形拳有咩睇法啊？或者你哋又有冇練過虎形同鶴形相關嘅拳術啊？好啦，咁即係虎鶴雙形拳咧係洪家三寶之一啦。另外咧就係鐵線拳同工字伏虎拳啊，係三套徒手拳嚟嘅。好多人以為呢三套拳咧全部係黃飛鴻祖傳落嚟嘅，而忽略咗黃飛鴻對洪拳三寶嘅功勞，甚至連好多門人都搞錯，以為黃飛鴻所有嘅功夫武術都係嚟自至善禪師，傳俾洪熙官，再傳俾陸亞彩到黃泰、黃麒英。其實咧，工字伏虎拳同鐵線拳嘅來源係唔同嘅，前者係由陸亞彩教落嘅，後者就係嚟自鐵橋三。鐵線拳係由上一輩嘅洪拳大師鐵橋三傳俾林福成，再傳俾黃飛鴻。所以我哋首先要知現時黃飛鴻嘅新洪拳係嚟自好多唔同源頭嘅。雖然工字伏虎拳同鐵線拳都係早期洪拳，但係佢哋之間分別好大。伏虎拳可以話係一門外家功法，主要係練身形手法同技擊之術。但鐵線拳呢就係內外兼修嘅，透過呼吸同埋動作配合嚟強化五臟，同時有好多練功法嘅嘢，可以提高翹手嘅力度同身體同抗打能力。另外，伏虎拳嘅活動範圍大啲，用嘅馬步都比較多樣化，有子午馬、四平馬、吊馬等等。鐵線拳嘅動作就比較細，多數係含胸屈背嘅吞吐動作，步法主要用二指鉗羊馬。由技術層面嚟分析，工字伏虎拳同鐵線拳嘅風格係完全截然不同嘅，甚至可以話佢哋本來係嚟自洪拳兩個唔同嘅流派。工字伏虎拳咧係林家洪拳入邊最古老嘅拳法之一，係入門一定要學嘅拳術。喺概述工字伏虎拳呢篇文入邊，林祖師傅咁樣講過。陸亞彩嘅武功係直接由至善禪師傳落嚟，經黃泰、黃麒英兩代再傳俾黃飛鴻，中間係冇洪熙官粉嘅，所以工字伏虎拳可以話係黃氏三代傳落嚟嘅武藝。而且伏虎拳本身仲保留咗好多傳統洪拳嘅特徵，例如長橋硬馬嘅架勢、剛烈嘅翹手技術、用虎做形同意等等。林祖話工字伏虎拳之所以會俾佢哋揀做基本拳法，係因為呢套拳法要求腰馬穩健、翹手剛勁、法門緊密、進退有規，只要持續練習就唔使特登紮馬，都自然可以鍛煉出紮實嘅腰馬，唔使打樁翹手都會自然有力啊！所有入門嘅人都一定要首先練呢套拳嚟穩定佢哋嘅腰馬，令翹手堅勁、步法正確、身法矯正。所以我哋洪拳就攞佢嚟做基本拳法。由上面嘅林祖老師傅嘅內容，可以睇得出工字伏虎拳對洪拳習練者嚟講有幾重要，尤其對初學者練伏虎拳更加係必修嘅功夫，幫助打好紮實嘅基礎。佢嘅起源同命名咧，大約係清朝中至晚期，同少林羅漢拳咧有啲相似，個名咧可能都係取自伏虎羅漢。呢套拳法出名以力量見稱，林世榮生前試過好多次喺公眾面前展示工字伏虎拳啊，佢嘅力度同勁度都令到在場嘅人覺得好震撼。不過講起林世榮就一定要講虎鶴雙形拳，皆因林世榮有虎鶴先生嘅美譽。虎鶴雙形拳咧係由新洪拳祖師黃飛鴻始創啊嘛。係洪拳咧最出名嘅拳法之一，意思咧取自虎、鶴兩種動物嘅形態。虎鶴雙形拳啦，除咗有傳統洪拳剛猛硬馬嗰一面啦，仲有學法以柔制剛、以巧勝拙嘅技術，可以話係剛柔並濟，係南方武術裏邊最具代表性又傳播得最廣嘅拳套之一。林世榮嗰個年代，廣州人叫佢做虎鶴先生。
聽講喺1908年，林世榮曾經喺廣州市籌辦孤兒院嘅籌款活動入邊表演虎鶴雙形拳啊，得到孫中山先生嘅讚賞，仲送咗個虎鶴先生嘅親筆題字俾佢。到依家唔少人仲以為虎鶴雙形拳咧係林世榮自己編出嚟嘅，但其實關於虎鶴雙形拳嘅出處，根據民國25年，即係1936年出版發行嘅拳譜《虎鶴雙形拳》入邊附帶黃文啟寫嘅《漫談虎鶴雙形拳》呢篇文，咁有咁樣嘅記載，虎鶴雙形拳係我哋洪拳嘅拳術之一，由先師祖黃公飛鴻首創。佢採納各家各法嘅精華，融會貫通，一勞共冶，創立咗虎鶴雙形拳。而根據林家嘅記錄同埋佢哋嘅口述，虎鶴雙形拳嘅原創者應該係黃飛鴻無疑。另一方面，虎鶴雙形拳嘅普及同發揚光大咧，好大程度上要靠林世榮同林家嘅貢獻啊！透過林世榮啦、林祖啦、林振輝啦三代不斷推廣啊，虎鶴雙形拳已經喺華南成為最廣為人知嘅拳套之一。而隨住林家武藝喺海外蓬勃咁發展，虎鶴雙形拳亦都流傳到世界各地唔同嘅角落。講翻虎鶴雙形拳嘅技術結構方面啦，虎鶴雙形大部分嘅基本技術同伏虎拳係一樣嘅，主要嘅馬步有子午馬、四平馬、吊馬，手法有穿、拋、冚、挑、割、標、擋、撇、掛等等。另外仲有千字手、雙弓手、蝴蝶掌、破牌手、雙龍出海、雙掛錘、爪手等等。呢啲經典嘅南拳單勢，唔同嘅地方係虎鶴雙形拳會有更多技術上嘅變化，有剛有柔，節奏亦都比較多變，有快有慢，有急有緩。所以虎鶴雙形拳都係好多洪拳習練者最中意嘅一套拳法。虎鶴雙形拳嘅基本結構同弓字伏虎拳同埋其他啲典型嘅廣東洪拳套路好相似，都係會打前走後，左右四方走八面。套路入面加插咗三展嘅靜態鍛煉法嚟強化翹手嘅硬度同力量。虎鶴雙形拳同其他洪拳套路最大嘅分別係，除咗有橫直為主嘅直線動作，仲有福建鶴拳之中好常見到嘅側身弧形動作，身體嘅機動模式有吞吐浮沉呢啲比較微妙嘅開合動作。其中最能夠凸顯虎鶴雙形入面嘅虎同鶴兩種技術風格嘅就係出名嘅十虎爪，以及緊接住嘅一段鶴形。另外值得一提嘅係，虎鶴雙形拳雖然係近代編寫嘅套路，但佢絕大部分嘅招式喺部分嘅南方拳藝本身就一直都有。黃飛鴻呢，只不過係將佢哋重新編成一套完整嘅套路啫。其中虎鶴雙形拳嘅套路入邊包含咗一啲相信係比較古典嘅拳術，尤其是係羅漢拳一類嘅架勢，好似霸王舉鼎、童子拜佛、羅漢晒屍等等。先同大家講下虎形。洪拳取虎嘅意思啊，主要係講佢嘅直線動作，有猛虎下山嘅氣勢，勁度貫穿身體每一個關節，力由根生，最後集中全身嘅整體力量喺一點。簡單嚟講，呢種發勁同身體機動模式可以概括做橫直呢個概念咧，都係洪拳最基本同核心嘅技術同原理啊。只要細心觀察，我哋仲會發現虎形好多動作展開嗰陣係由上而下，或者由下而上，仲經常配合肢體嘅扭動轉駁。所以虎形嘅勁度咧，其實有橫直、浮沉同扭轉三個方面。佢嘅爪手多數係虎爪嘅形狀。洪拳嘅虎爪又叫做爪手，算係一門變化多端嘅掌法啦。入邊有打、拿、跌幾種技術喺度，同一個動作可以有好多種應用方法，可以用掌下方嘅部位擊打對方，或者變立手，使出擒拿式制服對手嘅關節。打中穴啊，打中穴跌。爪手入邊嘅穿橋手本身係洪拳。而其中嘅鶴形咧，可以話引證咗廣東同福建嘅拳術咧，本身就係同源。所以有一部分拳種同技術，甚至一啲具體招式或者拳勢套路，都係喺閩粵兩省多種拳法入邊共同存在嘅。雖然唔同地域或者門派對佢哋有唔同嘅認識同應用，但係廣東洪拳嘅虎鶴雙形拳入邊某啲招式就同福建永春白鶴拳嘅招式非常相似，有可能都係源自福建鶴拳啊。例如啦，
虎鶴雙形拳嘅蝴蝶掌，福建鶴拳叫抱牌手。呢個係用兩掌掌根相對，而手掌張開，當左掌指尖向地，右掌指尖就朝天。用嗰陣雙掌打出，同時攻擊對方嘅擋部同胸背。可以用四平馬、麒麟步或者吊馬、轉子午馬打出嚟攻擊對方。虎鶴雙形拳用到呢個手型嘅招式包括蝴蝶分飛、蝶掌連環。虎鶴雙形拳中嘅鶴頂法喺福建鶴拳呢就叫鳳眼拳，用拇指扣喺食指指甲上面，食指第二骨節向前突出。用嗰陣呢就用食指第二骨節攻擊對方穴位。虎鶴雙形拳用到呢個手型嘅招式就包括有左右鶴頂法。虎鶴雙形拳嘅一指撐天手，福建鶴拳叫一路草技手。呢個係用一指朝天嘅穿橋手，亦都係洪拳剪手採用嘅手型。虎鶴雙形拳用呢個手型嘅招式包括袖裏藏花、指定中原、單指引手、左右運游橋、月影手腳、穿橋歸洞、獨臂單橋、坐馬單橋、子午珠橋、水底流月、寶鴨穿連、霸王舉鼎、指手問頭等等。喺虎鶴雙形拳入邊嘅四指撐天手，喺福建鶴拳都有類似嘅手法，叫朝陽手。兩者唯一同主要嘅分別係拇指擺放嘅位置。洪拳四指撐天手嘅拇指係向前橫突嘅，而鶴拳朝陽手嘅拇指係向上朝天嘅。練呢個動作要四隻手指豎立朝天同尋爭對搏，係一種重要功法。四指撐天同剪手都係洪拳主要嘅靜態練功法，用嚟強化橋手嘅力量同強度。除此之外，呢個動作亦都有應用價值，可以用嚟制服對方嘅手腕或者手腳關節。而作為一個實用招式，用嘅時候一定要保護好自己嘅氣門，尋爭對搏。即係提醒練者要保持動作平衡，唔可以露出漏洞俾對方有機可乘。虎鶴雙形拳有用呢個手型嘅招式，包括四指撐天、金橋雙定、指尾撐天。比虎鶴雙形拳嘅還魂飽鶴係用嚟攻擊對方嘅眼睛同太陽穴，同獨腳飛鶴用嚟攻擊對方嘅下陰。喺福建鶴拳亦都有相類似嘅動作。除咗咁，更耐人尋味嘅係虎鶴雙形拳同福建詠春白鶴拳嘅招式喺動作編排上面都有相似嘅地方。例如虎鶴雙形拳嘅指定中原手係用一指朝天嘅穿橋手連續出3次叫三剪手，而同樣地福建鶴拳朝陽手亦都不謀而合咁係用四指朝天嘅手型連續出3次係叫三箭手。有趣嘅係虎鶴雙形拳對練者身形、手型同馬步嘅要求，同福建鶴拳對呢方面嘅要求上有明顯嘅差異。虎鶴雙形拳同工字伏虎拳採用嘅馬步包括吊馬、麒麟步同埋闊大而重心低嘅四平馬同子午馬。練者用子午馬練拳嗰陣，後腿一定要蹬直，而四肢嘅開合及伸展係比較大嘅。但係福建鶴拳對呢方面要求就係龜背鶴身、尋站對搏。點解虎鶴雙形拳嘅技術手法同福建白鶴拳有咁多相似嘅地方？洪拳名師林世榮喺佢出版嘅《虎鶴雙形》呢本書入邊嘅一篇附錄《虎鶴雙形解義》入邊咁樣解釋到嘅。虎形就有雙虎爪、單虎爪、回頭虎、側面虎、車馬虎、出山虎、下山虎、開山虎。鶴形就有飽鶴、臥鶴、獨腳飛鶴、鶴翅、鶴頂、鶴嘴、鶴爪。前面用洪家三剪法，後邊用佛家羅漢拳法，此乃係虎鶴雙形之大略。呢一段說明虎鶴雙形嘅技術內容主要嚟自2個元素。虎形係洪拳本身就有，而鶴形係一種佛家羅漢拳法。而白鶴拳嘅始祖方七良同埋老豆方仲本身練嘅就係少林拳，所以學法仲流傳一個講法：法太祖教世，行者教導，羅漢是身。呢個說明羅漢或者羅漢拳同白鶴拳應該有某種重要嘅關係，唔係就唔會有羅漢是身呢個講法。根據《虎鶴雙形》一書，修訂者朱如齋再進一步注解，虎鶴雙形拳包含咗飛鶴、鳴鶴、縮鶴、食鶴4種學法嘅技術。耐人尋味嘅係福建白鶴拳嘅分支，就分別有飛鶴拳、鳴鶴拳、
縮學拳、食學拳對應嘅。而林家喺1936年出版嘅《虎鶴雙形》入邊，喺個別招式嘅注解上亦有提過飛鶴同白鶴獨食，不過就冇講明係咪同邊一種學法有直接嘅技術關聯，所以都有待進一步考究。另外值得一提嘅係，除咗福建學拳嘅元素之外啦，虎鶴雙形拳呢仲包含咗嚟自另一種唔同風格，係以長橋大馬出名嘅廣東合家拳啊，即係後嚟喺香港成名嘅白鶴派拳術噶。聽講清末民初嗰陣，黃飛鴻同黃隱林曾經互相交流武術心得，所以吸收咗合家拳嘅技術精髓。雖然係有待考證，但如果屬實嘅話，就解釋咗虎鶴雙形拳入邊點解有類似合家大開大合嘅技術內容，例如水浪拋錘、連環扎冚、袖裏衝錘、一二星拋錘等等。黃飛鴻喺幾時創編虎鶴雙形拳，我哋已經冇辦法知道。但係虎鶴雙形拳啊，有異常複雜嘅技術結構，應該係黃飛鴻已經成為一位成熟嘅武術家，中年到晚年嘅創作成果。林世榮大約40歲嗰陣拜黃飛鴻為師，而林世榮出世喺1861年，即係話黃飛鴻最遲係喺1901年前後創編呢套拳。據了解，林世榮並冇對虎鶴雙形拳做過任何修改。所以現時林家保留落嚟嘅虎鶴雙形拳，應該同黃飛鴻時代嘅拳套冇太大分別。林世榮因為虎鶴雙形而出名，有虎鶴先生嘅美譽，可以睇到佢對呢套拳有深入嘅研究同埋落咗嘅苦功。所以目前流傳嘅虎鶴雙形拳好多數都係經林世榮體系傳落嚟嘅。林世榮曾經喺廣州有3間武館，移民香港之後咧，亦繼續廣泛咁樣教徒弟。除咗林家親自經營嘅武館之外，佢哋仲喺曾經顯赫一時嘅南武體育會教授洪拳。虎鶴雙形拳另外仲有一套雙人對練，好多人唔知道呢套對練嘅由來。其實虎鶴雙形對策係林祖先生嘅傑作，喺呢個之前虎鶴雙形只有單練套路。虎鶴雙形對策將所有最重要、最經典嘅技術匯編成一套實用而有趣嘅對練套路。透過虎鶴雙形對策，練者可以更快咁掌握入面嘅核心技術同應用方法。所以虎鶴雙形拳嘅技術系統可以話係由黃飛鴻創立，透過林世榮承傳、弘揚同發展，到林祖再新編製一套虎鶴雙形對策，完備咗虎鶴雙形拳嘅技術架構。另一方面，林世榮晚年喺香港嘅成名弟子有作家朱愚齋、名導演劉家良嘅老豆暨演員劉湛，以及原本喺廣州跟林世榮學最耐嘅鄧二細佬鄧方等等。鄧方唔少徒弟後嚟移民咗去美國，幫洪拳喺海外嘅發展打下良好基礎。朱愚齋同劉湛就先後透過寫作、廣播同電視電影，將林世榮同黃飛鴻嘅人物同事蹟轉化成流行文化。後來更變成二戰後全球華人圈子入邊最有凝聚力嘅文化符號。劉湛係最早將林氏洪拳帶上銀幕，並飾演翻林世榮嘅人。80年代透過同邵氏嘅合作，佢個仔劉家良同埋劉家輝同埋盛名一時嘅劉家班，更加透過電影《陸亞彩與黃飛鴻少林36房五郎八卦棍》等好多套電影，成功將洪拳硬橋硬馬嘅形象刻入咗每一位影迷心中。好大程度上，大家對虎鶴雙形拳以至洪拳嘅認識，都係有賴喺影視同文化圈嘅一啲再傳弟子，而功勞最大嘅可謂劉家良同劉家輝啦。虎鶴雙形拳係集廣東同福建武藝大成嘅一門功夫。武術本來就係文化交流嘅一個產物，尤其南方粵閩嘅武術，清代以落近300年，一直有源源不絕嘅互動。雖然廣東同福建武術各自有技術上嘅偏重同風格，但相信可以歸納到大嘅南方武術系統之下。要評價黃飛鴻喺武術上嘅成就，除咗佢構建咗依家大家熟悉同流傳最廣嘅新洪拳系統之外，佢主要嘅貢獻就係編創咗虎鶴雙形拳。客觀嚟講，虎鶴雙形拳有可能係目前真正融合廣東同福建武藝嘅一門拳法。喺呢個過程入邊，黃飛鴻對廣東洪拳同福建學拳本身嘅技術並冇作出大修改，而係忠於原貌，咁將佢認為最核心嘅閩粵技術、功法同概念，編
編入呢套拳套入邊啦。林世榮喺跟黃飛鴻之前呢，亦都學過6、7個師傅嘅功夫。相信佢之所以下定決心要跟黃飛鴻，係因為黃飛鴻係當年貫通南方拳嘅武術大家，而最能夠表現黃飛鴻貫通兼達嘅武藝境界，相信就係佢編嘅虎鶴雙形拳啦。今集香港武林口述歷史就嚟到呢度先。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就俾一個 like 我，同埋分享俾你嘅武林好友啦。又或者你對武林有咩睇法同見解，都歡迎喺下面留言。香港武林仲有好多趣事軼事，欲知後事如何，記得訂閱且聽我下集分解。